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超知。日本数的东台湾有2座稀有规模的日本移民村，更加的花莲县吉安乡，佮当时的吉野村，韩国是第一座移民村。谈论时代改变，移民村一早早磨黑的，东埔火车路批发驶向北的时节，驶了新的吉安站，吉野也拆黑的。不过吉野也头前细细的工厂，保存了8世纪。到老木沙还本本提价，不过现正向公所打算屯土乡路台湾道台九线，佢也是工厂路体批发工厂的终点，引起其他的风波。最近土乡路面的居民期盼呢，路上偏站、音乐会、屯明路连署也都发通，希望影响社区居民对历史文化保存的重视，进一步改变向公所的决策。落定义模的下祖石头，花莲丘吉岸叉头广场的日本式的建筑群度，躺喺度一层层的高山。就算观众唔多，表演的老人家乐团还係透過歌詞、鋼笛樂團關心的社會情形。这个活动它的最重要的精髓，除了音乐会，就请大家一起来听乡土的音乐之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也请大家慢慢发现自己家里其实是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是希望大家可以慢慢了解自己有很多宝贝啊，吉安的宝贝。我们要以观光立县嘛，发展观光产业。可是什么东西是可以让人家来了又来，或者是想要看的东西？那我觉得不是帮忙皇家这件事情，而是就是帮忙花莲或者帮忙稻香、吉安留下一些什么东西。喺啲吉野葉廣場嘅黃人，唔但將世界拍另一場小型嘅音樂會，做啲半夜班嘅時節，更加用錄相片嘅展覽來勾起居民對菜地嘅回憶。當睇仍然就係看到吉安鄉嘅日本式嘅老屋嘅。除咗傾謠言以外，天天嘅消息，黃屋竟然要彰顯80年嘅日本式嘅老屋嘅，一度好啲吉安鄉公所進行嘅土鄉路批發工廠清明節，再比拆退的。花莲其實偷偷的在改變，大家都沒有察覺。可是你會發現，走在街上，日式的老房子越來越少了。你本來以為這滿街都是沒有什麼好稀奇，就現在變得很稀奇了。整個吉安鄉剩下像我們家那樣，還有魚鱗板保存得很完好的房子，我看不超過15棟吧。透過依度哦，我哋講下入依度，問題就特色都味道希望就擦槍槍嘞，問題也擦槍槍嘞，也就流到網絡嘅佢感染流去了，啊，你很強強的唱。大概會拆到大概差不多拆到這個位置，這樣切過去，所以這個房子的那個主結構已經被拆了一塊了，所以主結構拆掉一塊，這個房子等於是報銷了，整棟房子報銷了。吉安鄉公所，吉安鄉公所，懇請留下，懇請留下我們的歷史記憶，歷史記憶，老房子，老房子，加油，加油！面對黃鳳業，老居民嘅陳情抗議。吉安鄉公所拿出民國70年嘅都市計劃，指出花28線土鄉路、福建路嘅批發計劃，早啲30年前就提案嘅，為了地方嘅繁榮和長遠嘅規劃，工廠天就要做下業。目前的狀況，我們還是希望把它完成，依照計劃把它完成這一項工程，然後以便我們將來能夠再接續下去，完成我們吉安的那個連接東西向的一個道路的一個長遠的一個規劃。對吉安鄉公所嘅講法，黃鳳賢聲認為，一下土鄉路到吉野一工廠過後係4項嘅，偏向20年創業，也冇辦法長過華東鐵軌路。30年前嘅都市計劃做基建冇合適嘅，其他老屋嘅啲喺200嘅東西向嘅聯絡道路計劃度，一可能會被人拆退。
都市计划定好的那一年，这条道路要拓宽，是因为它要连通吉野驿，所以它定好都市计划的第2年，车站就撤走了。所以这条道路要拓宽，主要是为了要接通以前的车站，但是现在车站撤走了，那都市计划就是检讨，所以没有检讨到，我是觉得很可惜。我们吉安乡的是希望是将来要打通过花东铁路，然后到达那个海滨大道那一边，对整个吉安的东西向的发展也是非常的重要。周吉安乡公所的讲法呢，要拓宽嘅土乡路呢，最主要係限於把打通吉安鄉嘅東西鄉嘅聯絡道路。不過從鴉片都提示一些，都係結構呢，實際試看啦。實際來到台4線嘅起點呢，其實用嘅時間其實冇到6分鐘。因為在更北邊一點就有一個通路，那我每一次經過那條路的時候，其實沒有看到什麼車子，非常悠閒的就可以穿過平交道，去聯絡另外一個台9的通道了。所以它其實東西的聯絡是已經足夠了，並不是到了交通擁塞的地步。我們要彰顯客莊的文化，或者是一個傳承的記憶，都在這個區帶裡面。所以我想對於30年前嘅計劃套路，也係未行適合行等等討論。所以後來做吉安鄉客家體作調查規劃嘅學者也指出，因為研究嘅都市計劃本單就用交通作為中心，冇注意到其他文化、社群一條因素。基本上整個都市規劃的尺度或者基本的一個準則，其實是以車為中心的，以車輛為中心的。思考到行人或其他部分其實是附帶的，所以整個都市是為了車子的移動來設計的。我想到現在大部分並沒有放棄這樣的一個想法。所以現在先進國家的趨勢是盡可能把大馬路把它拆掉，讓它變成縮得比較小，然後保留類似像廣場啦、老房子啦、草地啦、樹木啦等等這些空間，因為這個對於老百姓的生活品質是最重要的事情。面對道路工程安排，一個重新檢討都市計劃近乎唔差嘅。故所黃鳳儀一照文化資產保護法，然後2021文化局申請歷史建築的登錄，希望做到簽填不應拆體的命運。不過得到的結果是還冇通過。他們當初的決議是說，其實這個房子的那個一些建制，事實上就算它的本體還是維持原來的，不過它的一些屋頂其實形式都已經改了。那它已經是沒有通過，就是說它在申請歷史建築的登錄的方面是沒有通過。黃屋因為屋擔改用鐵皮，故所冇辦法登錄做歷史建築。不過文化局使用硬幣，佢也以廣場歸期嘅有保留嘅價值。希望黃屋以串聯附近嘅連鎖，增強文化景觀，也係起到嘅登錄。不過也因為2021文化局按手期嘅態度，本吉安鄉公所認為一隻屋嘅根本冇保留嘅價值。我們也很希望說，這一棟歷史建築真的不要被拆掉。所以當初我們有提出的一個想法是說，希望屋主可以串聯周邊的，其實它那個就是一個周邊的一個記憶，不要說一個單獨獨棟的，要用一個帶狀的一個來串聯。不過很可惜的就是說，可能那個工程的那個動作太快了，反而這個串聯的部分還沒有完成。這個建築要是說它是真正的一個古蹟那我們當然非常樂意把它保留下來然後對我們地方也有一個觀光的一個注意。但是目前的狀況是，他屋主經過我們經過那個文化局那邊專家學者的去認定，然後也一致的結果並不是認定它為是一個古蹟啦那屋主也有到去訴願，那訴願也遭駁回。那依照公所的立場來講，當然希望交通當然還是最重要的。文化資產，他們現在認定的方式就是用很有形的東西，比如說一定要是哪個名人住過，或者形式一定要保存很完整。但是我是覺得文化的存在應該不是那麼膚淺的存在。黃屋一棟老屋，做啲日本書嘅主以為，自己按體制日本移民術，
设立茶条过后，就设立为二战时期管制粮食发放洋票的公卖铺，同时又在从途中苗晒来的行业，一啲茶条附近的天劫做细成立也系做农。日本洗台后了，要照顾特别系按照公卖部是讲。特别日本洗头的时节，大家来量个粮票吼，讲可以系那边人系本眷人，也系原住民，还系日本人吼，佢个粮票冇强用在那边练量。特别茶站啲点咩？不是当农业。嘿。但你特别因为开店咩嘢嘅？也系做铁路做。我是冇用的开店啦，是做个小生意的啦。哦。啊，是卖槟榔了，就卖糖饼安尼，都冇卖乜嘅啊。日本战术嘅，一當日本式嘅老屋嘅，一專賣本黃屋，做雜貨店，也係推拍貨茶貨運嘅用途。因為當初也為最先啲也為生發咧，啲也為開墾咧，係日本人來嘛，好，也為就是一個驿站呐，好，一個日本人跟台灣人互動的一個地方嘛，好，然後賣本黃先生給的就又做驿站又做雜貨店嘛，所以就是一個聯絡的一個店，好，請到老人家，請到講難道愛買東西，愛買全部會低下邊嘛。建設啲亞東日本式嘅老屋辦公嘅黃屋嘅裝備，黃文牆也因為讓日本人熟悉，送佢一台攝像機。曾留下一張作，見也葉落結案卻順合，也是原來嘅神費用嘅。日本人轉移後去撤退，冇辦法帶東西啊，所以送本愛公公去推當好嘅相機，愛公公是當好翕相，去翕到幾千張嘅相，特別人好苦好冇相嘛，所以嗰啲本呢翕到當到特別了結案火車條，睇這個大概曬谷啊、舞龍舞獅啊，韓國當到憲法嘅點點滴滴。现在就是要拆掉的那一间的那个，以前是我爷爷的办公室，然后就是还有后面的厨房，就是有炉灶，这样子的东西，就是说那个小时候的那个记忆是很好。那后来我又在老照片里面，就是我爷爷的留下来大量的老照片里面，看到小时候姑姑们玩水的这个照片，就发现。此發動鐵記錄舉頭過後。有些咧黃黃嘅錄像片，記錄啲呢 Q 結案茶條也掉，做件拆體咧，將傳到實係細年嘅舊料嘅準腳，加當日本式嘅老屋嘅老老鼠嘅天天，不過一條限彩嘅成法空間，成日變咗呢度係個人嘅記憶嘅鈔票，甚至係發動中國移民故事嘅重要開始。觉得它的变化是很缓慢的，就是一定有变，可是它的速度跟其他地方比起来是差很多，所以它对我来讲会有意义，是因为所有你还认得的街景都还在，你在你原本生长的地方，你会有方向感、归属感、认同感。等铁路建成了以后，所有的来来往往、日常生活、探亲访友、做生意这些，全部是依赖铁路，所以这个是对了解客家在东部的日常生活，或者说移民的故事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脉络。那么吉安吉野驿正好压在这个点上面。其实我们在整个访谈过程当中发现，其实以前吉野驿就在吉野驿嘛，就是那个吉野车站、吉安车站，就在稻香村啊。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够稍微去好好的發展它，或者是整建它？因為看到嘅吉野驿工廠對結合甚至規則發動中國客家移民故事按層嘅意義，所以托來做吉安客家鐵狀嘅規劃團隊。啲報告都也特別點出嚟，幫人吉野驿嘅計劃，希望吉安鄉公所做得充實。不過專家學者意見，三模撥吉安鄉公所採用。事實上，那一棟房子各位去看，如果說要吸引顧客、吸引觀光客，我想很難啊。以目前那種情況，那種房子說要叫人家去參觀去看，事實上人家可能看到那個門口就掉頭就走。王家人他並不是古城，可是我們要發展觀光，我覺得並不違背，只要我們把它精神留下。照吉安鄉公所嘅想法，吉野驿廣場嘅日本式嘅老屋區。冇按創業嘅係要遷出吉安行業嘅特色，同時啲做咗搖嘅文化廣場項，打造一隻全新嘅客家料理嘅事業來上人潮，同時提起計劃要爭取行政業行為費，
2000万元的预算补助。所以今天邀请各位来就是说大家集思广益，怎么样把它显现出来？我讲这个是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个。那精神在哪里？第一个元素有哪些？外在的嘛，然后内在的嘛。我想在未来的这几年内把它尽量把它营造出来。我想这就是一个重点。对香港所打铁球的创造新的文化景点，有的地方人士来学者批评，根本係電腦頭來做。今天我们可以保存一个好东西，我们不保存。我们没有拆掉它的需要，我们把它拆掉，然后我们要立一个招牌，告诉外来的游客说：“哦，我们吉安乡是一个很重视文化的地方。”这个谁会相信呢？今天如果要发展观光，光是靠大马路是不可能的，因为观光客他今天要看的就是带有历史文化价值的那个一个生活圈。好，那我们到欧洲国家去看的话，都是这个样子。游客最喜欢造访的是那一些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地方。沿夜条是按上坡，多条上坡。地形比较高了，从基安到南华到四线。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空間，目前作做係現代當季嘅建築，就像吉安茶條隔壁，巧妙安裝廚藝的觀賞茶條。雖然第83年非戰過後，變做沙溪當造嘅素材。不過經過沙溪協會和吉安鄉公所嘅爭取，2年前變作雕塑藝術家進駐嘅創作，講定沙溪歷史故事嘅重要空間。那片條位而家要追咁渣？太多了。我觉得说，与其把一个这个建筑或者一个空间就荒废在那边，倒不如你先把它整理起来，让开放，让民众来这里。每一个站都会有它的历史，那这些历史就变成一个社区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就可以发展成很多很棒的一个让人家觉得说，我来到这边的时候，我想认识的一个文化。有啲喺上面唔識有火柴條啊，現在卡些就差不多20歲以下嘅嗬，廣場火柴條慢慢熟悉啊，所以一下做起嚟，他回顧他一點歷史記憶。老人家講幾晚吸糖油啊，講茶條，醋鹽茶條，醋鹽。歷史學者仲認為，經過時間的累積留下來的空間，無論係新的區域，將有俾人看到，將做得引起民眾的回憶，也將做得建立共同的生活歷史。我們要破壞記憶非常簡單，可是要去重建這個歷史的印象是非常非常困難的。那我們長期以來在台灣。國家告訴我們的永遠是關乎國家民族的那個才叫做有價值的，才叫做歷史。那事實上並不是這樣，歷史就在我們每個人的生活的周圍了。尤其像我們年輕的一代，可能對這個地方真正的歷史的東西，我們都是看課本得來的，可是其實並沒有任何實體的東西。那其實，在稻香這個地方，如果能留下一些東西，它是可以將這個所謂移民村的東西，以講出來所剩無幾的啦。把它留下來，讓我們對這些歷史的東西是有記憶的。經過幾下擺嘅抗議和呼籲，吉安鄉公所雖然很多拆文物嘅工作，產品到批發工廠前面再來做，不過還係堅持走路優先，保存嘅品質，還有第一個西裝頭持續下移。